後發唔使驚，遲來先上岸。Hello 各位，歡迎嚟到 Winch 嘅分析頻道。今日嘅恒指又一次回跌回測幾多23,554.2623,554.26，整體嘅走勢係一個睇似係比較危險嘅一個頭部形態。呢度係用 K 線形態講係條黃分星，究竟我哋應該後面點處理應該點去判斷行情？先給 Winch 一個關注，唔好錯過 Winch 後續嘅一個策略變動。咁我哋開始今日嘅分析先啦。喺今日嘅分析之前，我哋先對我哋嘅持倉做一個快速嘅一個回顧嘅，因為指數大跌啊嘛，指數跌嘅時候，我哋嘅持倉有部分嘅一個回落，但係回落幅度唔係好大，因為我哋嘅持倉比較穩陣。一個係2318，目前係浮盈3.2% 嘅。中金公司目前係唔賺唔蝕，目前嚟講係將浮盈回吐嘅。1776係浮盈大概6% 左右。1675同樣都係唔賺唔蝕，大概浮蝕1%。3320目前係浮盈一個1% 左右。咁係目前嘅整體嘅持倉狀況。咁我哋目前嚟講，整體嘅收益率冇太大嘅一個變動，因為點佢只係一個回撤，佢唔代表住我哋整體嘅行情嘅一個結束，我哋要守得住寂寞。咁我哋具體行情會點行？我哋先嚟入到恒指期貨進行一個分析。咁重點關注嘅位係點去連線19424就下方呢條青線，以及22995做一條連線，呢個係佢最新嘅一個我哋嘅支持位置。可以見到恒指回落目前點仍然仲未跌破我哋呢條青線，未構成一個危險嘅形態。咁佢目前未踩到，如果踩到咗青線，大概率係會企穩跟住向上。咁具體係咩引發恒指嘅大跌係恒生科技指數恒生科指佢目前係咩位置係佢嘅關鍵水位我哋連接1、2、3個點進行定位，可以見到點恒生科技指數佢有一個關鍵嘅壓力位5392.995392.99。呢個關鍵嘅壓力位係多次對恒生科指構成咗一個壓制，可以見到之前呢個位置以及呢個位置佢突破咗先會向上嘛。同時佢係幾多喺4月3號嘅時候低開跌破咗之後呢，就直接開始咗4月7號嘅一個大跌。咁佢之前呢連續幾日係咪就喺呢個我哋嘅位置係咪有受到咗壓制係咪有受到咗壓制？咁 OK， 咁恒生科技指數佢唔止有一個關鍵位5392.99佢嘅一個壓制力，同時仲有咩同時仲有一條下降趨勢線，下降趨勢線之後呢，喺尋日5月11號係咪已經被壓制咗？咁行情幾時行好？佢會點？佢要回測下方嘅均線嘅一個支持，佢要稍為回測。跟住呢，企穩之後再向上，咁整體嚟講，佢嘅一個技術形態有冇行差？我同大家講未行差嘅。咁具體用咩去觀察佢呢？13同埋21 MA 去觀察一輪行情是否短期行差，係咪仲未跌穿21 MA 咁我哋嘅1776係咪我哋3908。我哋嘅2318同樣都可以用呢條均線去觀察1675 1675係有跌穿嘅，但係佢唔使驚，因為我哋係點我哋係觀察嘅，我哋入場嘅依據係邊個？係我哋嘅1000 MA 係咪仍然仲係1000 MA 樓上盤整？咁佢要開始升啦，一路行情啟動咗之後，升完之後我哋再依據13同埋21 MA 進行防守就可以噶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大家都無需過於恐懼。咁另外講到一個機會係咩係我哋嘅9888百度集團百度集團之前就同大家分享過，我哋要等點要等佢回落大概到82蚊5毫子樓下，最佳位置係幾多80蚊附近，即是佢嘅三腳收斂嘅一個下沿。咁佢入場係最佳嘅。咁目前係咪俾到機會？咁我哋只要點
我哋可以入少少底倉，最佳位置就係等佢回踩完，咁我哋可以點？我哋可以等佢先回，再向上收一條咩啊？收一條下針，係咪？就係我哋嘅最佳買點啦。咁大家而家點啊？keep 住耐心等就可以噶啦。OK，咁我哋嘅9888百度集團，大家打起精神，又到咗可以入貨嘅時間啦。長期去買，底位佈局。目前嘅9888，大家唔好恐懼，佢似咩啊？佢似以前嘅1810啊，以前嘅1810，小米喺邊個位置啊？小米喺2018年20蚊嘅位置，佢係邊一段行情啊？佢係邊一段行情？小米嘅呢一段行情，百度就係咁樣嘅一個位置。至於佢可否行出小米嘅行情，唔知，但係目前嚟講，百度係屬於抵買嘅低估值嘅一個洼地。係冇？咁整體嘅策略，我哋會喺指數行出佢明確嘅行情之後做一個調整。咁整體嚟講，目前仍然關注咩啊？仍然關注嘅係2354.26嘅一個支持效果喺恒生指數啊，我哋關注佢是否可以企穩。恒指期貨同樣就係關注咩啊？觀察呢一條青線就可以噶啦，無需恐懼，我哋保持淡定。OK，咁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啦，各位，我哋下期再見，拜拜。